2月14号，女孩都在笑，化完了妆，服装搭配好，玫瑰都脱销，你高价买一包，拿在怀里对我跳着把手招。女孩的原则就是你只在乎我，心中永远只有我一个。哪怕唱支歌也能解除这寂寞，让我享受这独一无二的感觉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必须立即出现在我心窝，做几个可爱的动作，只把我懂了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像白马王子碰见公主那一刻，配上玫瑰的花朵，浪漫的音乐让我永远记住这个美丽情人节。女孩的原则就是你只在乎我，眼中永远只有我一个。哪怕唱支歌也能解除这寂寞，让我享受这独一无二的感觉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必须立即出现在我心窝，做几个可爱的动作，只把我懂了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像白马王子碰见公主那一刻，配上玫瑰的花朵，浪漫的音乐让我永远记住这个美丽情人节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必须立即出现在我心窝，做几个可爱的动作，只把我懂了。今天必须要吻我，像白马王子碰见公主那一刻，配上玫瑰的花朵，浪漫的音乐让我永远记住这个美丽情人节。